文化新眼界，为着鼓励幼囡仔加讲母语，咱公视台语台和教育部、文化部，还有台中教育大学做伙举办公营倒转来这个台语的表演比赛，招募各校的学生囡仔来参加。无论搭喙鼓、歌戏、四句联拢欢迎。囡仔兄囡仔姐功夫真点，一旦拼入来决赛，唔若通来电视台录节目，冠军还有奖金10万块的大礼。 四句联是讲甲写叫，囡仔伫咧舞台顶练功夫，囡仔兄囡仔姐点指画眉、唱歌戏、搭喙鼓，互人看到趣味趣味。妈妈，你为虾米咧哭？我想到我好朋友蓝露英迄个悲惨的故事啊！这会当用足侪游戏落去教，落去学。 你迄音会念着，然后会背袂起来，嘛是有困难的所在。这个号做公营倒转来的活动，是由文化部、教育部、公视台语台和台中教育大学等等的单位做伙举办，在咧北中南东4区办比赛，鼓励所有对用台语表演有兴趣的国小学生斗阵接触台语，然后决赛就会伫咧摄影棚拼输赢。咱电视台以前伊拢向禁止嘛台语的部分伫电视台拢消失嘛已经伫电视台真少看到学生爱表演，所以阮台语台设立了，希望讲咱全国的学生拢会当来参加台语的比赛。有同伴大家做伙用比赛，其实一种的这个活动，就是一种推动的方法之一。公营倒转来比赛无限制囡仔表演的形式，鼓励囡仔小少做伙使用台语，享受讲母语的快乐，也希望台语文化会使代代传。记者综合报道。